你将你当作是一个查某，你要安怎使用这支来？安尼用者，我唔相信安尼会使。通过啊无？哦，只考古内底凹到迄个OK，迄支片啊。蠕形的小便斗。哇，我真正这甲咱看到的讲传统汉人的伊是咧用便盆，迄是无共款。原住民就是用这。无可能吧？因四个查甫的拢知影要安怎用，啊，我查囡仔我都唔相信，即摆的少年的有法度安尼用。我感觉加起来我是活哩即摆，啊，如果较早吼。啊，这若底热因为有阿摩尼亚，所以伊即支内外拢会乌索索。系啊。啊，拢袂叫旧去。哦，紧，毋过我嘛唔敢用。所以泡沫罐内底嘛，嘛无得看。无得看。老师，安尼咱体验遮济啊，应该安尼有通过。等下哈。因为安那关注李哥大哥。安尼，你起来体验算通过了哈。通过啊！感谢，这三兄弟来照顾。也算介圆满吼，佫刷落来咧吼。恁爱向东边去老龙。老龙南怀路104号。哈，是一个地址。啊，找这个数字啊。迄内底入去了呢，伊有搭一个瓶啊，内底有介者伊展览的物件，嘛是真趣味。哦。恁来去到内底，关注就会出现。好，南怀路104号。啊，要往倒一边。啊，当然咱对这个行，对这个行。哦啊，祝福恁一路顺利去找到后一关的关主，安尼。好，多谢老师。好，来去哦，再见，老师，拜拜。迄阵咧找路的时阵，讲有一个地址互阮，无料想到讲哦，这个所在门牌号码是拢跳的人的。有的所在有，有的所在无，有的遮大个，啊有的细个啊，你爱看足精足看较看有。拄我毋是有讲爱找南怀路104号。哎呀，啊遮拢无门牌啊，啊好无简单，找到迄个104号。你讲啥？南怀路对不对？104号。啊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徛街啊，讲遐有一个展览。啊，甘姐。哦，有这旁部应该是。劳动生活工艺街，就是遮吧？要你看嘛？看卖啊啦！啊对啦，你看。啊，无想到这个展览竟然是人的徛街边啊！啊后尾啊问老师较知影哦，这嘛是内底一个老师啊分享伊的土地，啊，互大家会当伫遮做文化的传承，感觉最用心的。我是恁的关主。关主哦，关主在你咩称呼？婷啊。哦，婷啊。啊，这位是阮的红英阿姨。红英阿姨好。伊捌真侪咱在地这生活知识。哦。啊，这是阮另外一位叫邵姨。邵姨你好。啊，同时嘛是阮的摄影师。哦。我先介绍一下咱这个据点吼，啊嘛是这台湾多元族群文化路径的这个展览区。吼。啊，所以你会看到真侪这古早的相片。咱就是一直咧行这汤姆森伊行过的路，啊，这届啊，竟然看到汤姆森伊本人，就画伫这壁顶馆，啊，毋过看到，敢若像迄终于大哥大张飞共款，那感觉有淡薄像咱台湾人。恁所有内底看到的这黑白的相片，都是汤姆森翕的。可是汤姆森翕的。对，嘿，啊，所以恁今日的任务。就是爱摕这台相机，咱嘛要做摄影师啊！嘿，咱来去行头这所有汤姆森伊翕相的这个元素的地点，翕一张相片安尼。每一张拢爱，啊，这厝拢唔知佫伫咧无？会当去了解到汤姆森因以早是行什么款的路，迄阵的环境是安怎，啊，派什么款的器材，伫对的处境，我感觉真有迄个代入感。我感觉即届对老师因的脚步，啊，就用迄相片啊，找较早汤姆森伊翕相过的所在，对我来讲就趣味的，因为我唔知影，原来这就是较早即个模样。啊，我嘛行过一届，嘛愈来愈互我家己熟悉老龙即个所在。我即摆带恁来即个直落溪，我讲直落溪，嘿，啊，这张相片就是汤姆森因伫187年4月15迄天为架山沿这溪行落来，伫遮翕的相片。你要入来的时阵，爱行一段真长的路啊。啊，过你入来咧，发现讲伊家己是一个真安静、真适合生活的区域。啊，住伫遮应该是世外桃源。
好，看到这几片的溪谷吼，规个人的心情吼是足放松、足轻松的，因为这真正平常时旱地会晓行遮吧，我嘛唔知要安怎落来，所以真感谢老师甲我带落来。这也无在地咧带吼，绝对袂晓行落来。老师，咱这是上尾一张吧？对。那这任务就是应该是大成啊，耶！大成功。安尼，你要甲阮两个都等你食就对。无啦，那我们。老师，就感谢你家己的照顾的呢。哈呗，啊，恁今日任务是任务就完成啊，完成对。老师人来就好啊，带足侪囡仔对哦，因咧上课。因今年吼拄啊好是百年校庆，8年校庆，嘿，而且阮这个路径吼嘛有含学校配合，吼，因来训练因做这个小小的导览员，对，因要甲你欢送。老师，咱先办这欢送，因为我唔知影后一站要往倒位去。恁看恁的手机啊，手机啊。叮咚的这间厝涂骹有北图，是武人的重要所在。来遮关注，顶拢爱为这个方向去，对，阮遮是下龙，啊，恁个去就是顶龙啊，这地啊，真古锥。对，啊，恁个顶龙就会去看到这间厝。哎呀，一直行，咱就顶龙啊。顶，好，谢谢，大家老师来，小朋友再会，拜拜。行。要写大武龙咧，一开始咧找迄个图样的时阵，无法度去料想到到底是啥物款的图样，因为拢无啥物画面嘛。啊，咧找的时阵，边仔拢是一般的徛家，你嘛唔知要往倒位找。后壁好无简单看到一间真特别的迄个建筑物，阮就冲过，啊，涂骹就真正一个足大圆的图样。你们是？我是阿文，阿文，我是阿成。阿成，原来你有任务的吼。对。恁惨嘛，恁知道了。歹势，老师，阮拄仔是找无路啊，唔是跳到买来。系啊，我用步练过来。跑3圈。3圈好。走起来，走来对啊，我高空。跑外圈不能跑出去。外圈。对啊，然后你们看到了什么？看到。好，停。这样子，这个是我们那个大武龙的图腾。哦，家在地。对，这里是我们的公蟹，是我们的老农公蟹库巴。那屋顶上有两只鸟啊，对不对？我无注意到。好，阮这的人要去你山顶拍来的时阵，早期有那个出草的现象，伊就会叫，咱就袂当去哩啊。这是第一个现象。第二就是你去哩可能拄到危险，可能有人放向啊，无就是你无法度拍到猎物这部分。嘿，所以我们的图腾里面呢。有一只是代表乌鸦，好，对，嘿，乌鸦甲阮的拉叶有一个故事啦，吼，乌鸦要去山顶捡水，伊就去招拉叶，结果拉叶东江，乌鸦去招伊的时阵，困过头，唔是，是你伊就伫遐西装打扮，我创啊爱去拍日头，创啊爱去甲你捡水，好，乌鸦讲无紧啊，你要安尼，我家己来。你甲手抓，以后你袂当落来溪底食水。啊，你两个袂哈？即摆辣叶真正拢。你看哦，现在即摆辣叶伊拢伫空中咧盘旋，伊就是咧找水，所以伊袂落来那个溪谷啉水。因为这是乌鸦的地盘。对，伊有甲乌鸦手抓，伊有甲乌鸦手抓。我绝对袂落来啉你的水。听到迄个故事了，互我一个感想，就是你做人吼，都爱讲会到，做会到。唔通讲答应啊，跟人讲欺骗人的感情。过来，我有祭典文化祭典文化里面，我们在农历9月15的时候，我的彩香的，那我们会在9月15之前跟甲阮的太祖跋杯，几时几分，当时要徛这个向点，然后有吊一条猪吧，还有龟类，我们1年才会换下来。一当。对，再来就是我们的主灵，就是其实伊就是水，主灵就是水。那水你必须要有容器盛装着，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颗石头，要互人看有一个象征，安尼嘿，所以对。老师，咱差一仔袂记上重要的代志，咱是要来遮解任务的。讲老师是关主嘛？拄好咱有走3连啊。迄个是任务啊，遮简单。
那有可能，反正恁吃到的发三杯就好，行，让你们意想不到的。简单的吗？哪有照过呢？哪有照过哪有啥呢？哪有照过？我来照边仔先困。哪有啥呢？哪有是咱照过，啊，我的胃可能无法度呢。哪有袂堪啥进呢？我想讲，伊互阮的第一个考验，敢若是走沙林，啊，毋过迄毋是真正的关卡啦，就是爱做迄台湾。什么是台我无湾？听过台湾，台湾吼，就是阮大不拢的酒，就是恁的饮料就对啦。嘿，八甲水，首先阮爱先准备高芡茶、好清茶、金卡乌、金卡乌，桂山芳，桂山芳。吼，啊这七里芳，啊，哦七里芳，安尼我知啦。嘿，来万寿菊，哦，香，香。嘿，兄是艾草，艾草啊，鸡母猪，鸡母猪，嘿，全部香做青草地，嘿，香了用竹米嘿，落去凝做粉，嗯，凝做粉了后，就变小丸子，让它发酵，然后啊，就晒完日光浴之后，伊就变安尼。安尼是拍过了嘿的，，这已经拍过了嘿，硬硬的，把它压碎，安尼会使吼。好，倒过来，哇，小嘴啊，拌一拌，嘿，你要给它压嘞起，哦，压出来，安尼安尼，就把它摇摇嘿，哦，摇摇，加温，啊，再个拌拌的，拌拌哦，的，嘛是爱用手的对吧？系啊，软软的，软软的，敲加温，然后就敲加温了的，放在瓮仔内底啊，嗯啊，无就汤仔内底嘿，互伊发酵。热天的话，差不多7天，七天一礼拜哦，嘿。啊，若寒天、秋天爱看天气，若有落雨还是寒人，可能就爱12天至半个月。这就是一礼拜的，一礼拜了后变安尼。做水才遮济，对啊，水哪会遮也出遮济水济？哦。对，我就介意啉迄款原住民族的因做的小米酒，啊，无想到做了这台湾原来遮简单哦。我回去嘛要入厝试看卖啊。看起来这香的，哦，这米，我怪叫8个嘴。 8个水就是这。安尼咱能试食无？因为一直咱煮的青草内底伊都是有香气哦，那个叶子都有香味，都有甜味的。哦，快，对，好啊，来，老师干杯干杯，嘿，干杯！好饮一下，无人生啉3喙我真正无啉过安尼呢。 ，8个水。一粒喙有一个酒香味，啊，伊的口感有一仔像个糜，你像用烧酒去煮糜的感觉，啊，搁有一寡草药的香味，迄个气味是足复杂、足特别的一个气味。好啊，老师，咱来顿啊！嗯，无，感谢感谢过来，下一个任务，搁有下一个任务。下一个任务，没啥，唔知老师，你在创啥？咱来看卖啊，嘿。哇，这是你拍草色啦，哦，好色。嘿，拍草色啦，阮这是青冬皮，青冬嘿，无我讲这一个人无法度做吧？无，这3个后生，阿星，你加油的咧！哎，我一下。来那边拉紧一点，阿星有听到吼？拉紧一点，较出力的哈，这边这边，你看，加油加油哦！有感觉，阿伯跟我有感觉。哎，太松了，太松了，哎，来，也不要太有啊，你教，有你哦，教，往北上去玩。往前，哎，来，看看啊哈。出来哦，哎，你要加一个条。你要点了，哦，好，阿星啊，对对。哎，点了，伫这关，咧拍草时啊，甲拍草下这关，贡献比顶一关搁较少，因为遐个士大人全部石头拢抢去做。我感觉吼，我这关有一个贡献，就是好遮的长辈笑，啊，搁陪因笑，就安尼尔。其他的我啥物拢无法度透3工。